是逐项祈祷画成，毋是画成，吼，是画成。好，咱搁来看一首379。唱，然后准备做礼拜。相信来祈祷，愿主会来哪听咱，请咱准备心3个礼拜。这时要开始今日礼拜，请大家安静心，用你的手机啊，切个无声。
全地啊，就对上主欢呼，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就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，就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于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，就用感谢伫伊的圣殿的门，就用颂赞敬礼伊的殿园。这时，咱用圣诗546首，天父我知，一生光阴来阿罗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时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爸啊，创造天地的上帝，阮的主，带阮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圣殿，学罗你的名，少念你的慈爱甲恩典。恳求你用你的阳光看顾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有一个安静的心，来专心敬拜你、亲近你。全能慈悲的天父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，带阮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是不完全的，阮有过失。常常得罪你，独你知阮的歹，常常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，袂记得你的疼。上主啊，求你可怜阮，阮到你的面前来倚靠你，求你拯救阮。阮求叫你，求叫你的名，求你赏赐阮快乐、
听候的心，听候你的旨意。在即个听候的时间，求你显出你的慈爱，我的上主啊，我的石盘啊。即时，阮又搁要学罗你，因为你救阮脱离外命，脱离温柔的死死，疫情渐渐缓好。啊，毋过求你，互阮有谨慎的心，会当继续在即个瘟疫的战争中安然度过。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，带领你的囝，阮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赦免阮的罪。求你教示阮，知家己的软弱。求你的神提醒阮，互阮有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日日行伫你的光明中。阮要独独求你看你的求你的义，甲你的国。阮到遮来敬拜你，也求你互阮快乐，会当咧教会继续来服侍你，宣扬你的福音，咧生活中，互搁较侪人明白你的疼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当阮将今日礼拜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求你伫礼拜中照着牧师的嘴，教示阮。感谢耶稣基督，上主，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即时，咱做伙以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做伙祈祷，请。我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是像，我的心平安永远。我的传阮的气，阮甲遐歹，因我阮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息。更归心悲伤的，咱做伙来启印，今日启印文是出伫启印文33篇，咧信息后壁。信息启印文33篇是出伫诗篇139篇，我来启，请大家印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，真侪声对镜远，你嘛有看出我的心事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求你拢伫看。上主啊，我又要开喙。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。你的财目安尼奇妙。去倒落，我才会当多谢你。我若爬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爬到日出的即旁，就若
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。我若求黑暗甲我牵起来，对你来讲，黑暗无算是暗。这声对你来讲，黑暗甲光明拢共款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这是来做伙读今日上帝话。上帝话是出自圣经创世纪第32章27节到30节。创世纪32章27节。迄个人讲：“你号做啥物名？”伊讲：“我叫做雅各。”迄个人讲：“你无要搁叫雅各，就叫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拼输赢，拢较赢。”雅各甲伊讲，雅各甲伊问讲：“请伫我请甲我讲你的名。”迄个人应讲：“你无应该问我的名。”伊就伫遐甲雅各祝福。雅各就伫迄个所在叫做比如伊勒，讲：“我当头对面见着上帝，我犹无死。”以上是上帝的话，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咱的心中。这时要请教会诗班来学录，因今日要学录的诗歌是：主啊，请你对天照光我。
今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所以本堂的林牧师甲罗东教会王牧师交换讲台。今日王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得到新的名。通过今仔日的这个圣经节，大家做伙来思考咱的性命。咱知影今仔日这段圣经其实咱讲起来是足熟，因为咧讲起一个人叫做雅各。雅各伊的出世真特别，因为伊出世的时，伊甲伊的哥哥两个是双生啊。伫出世的时，圣经内底记载讲，头一个出世的时，伊的哥哥，然后第二个出世的时是扭着伊哥哥的骹来出来，就扭着哥哥的骹吼，就意思讲本来是要甲抢头前出来，毋过叫伊先出来吼，所以扭伊的骹来出世。所以当人甲伊号名叫雅各的时，圣经特别注明讲，即个雅各即个名什么意思？即个意思就是掠，就是掠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雅各的名叫做掠，果然伫伊的人生中间真特别。伊渐渐大汉，然后伊甲伊的老母真好，伊真爱伫厨房煮食。伊的兄哥以扫真爱拍拉，伫外口来拍野味转来，所以老爸真爱食野味，所以对即个兄哥真好。但是伫即个小小的雅各的心内，伊有原迄个掠的个性伫内底。虽然圣经内底讲是个老母甲伊出嫁无，但是你看进前。当伊兄哥拍啦，转来真热，伊煮一鼎即个红的汤，咱拢讲红豆汤啦，无一定是红豆啦，红的汤，甜可能是搁甜的。伊兄哥喙焦，甲雅各讲拜托，安尼会通互我啉一粒即个红汤无？伊讲会使啊，你互我做兄哥，你兄哥的名安那，即个地位互我互你食。对伫即个以扫爱拍来，以扫来讲做大兄即个名有算啥？好啦，互你做大兄，你较紧互我啉。所以雅各就已经心内就已经有即款，就是要掠条即个做大兄。对咱来讲，哪像无啥物，但是其实对台湾人来讲，较会通了解。我会记我还较细汉的时，拢即马毋知有无啦吼。若咧分财产，拢讲吼大囝就安那分双份啦。因为后来这种毋是大囝分，是大孙嘛爱分一份啦。所以大囝分啥物？大囝伫厝呢，若特别是大家族内底，即个大囝是暂然老爸若无在场，就伊就是啥？伊就是代替老爸即个角色。所以对伫以色列人来讲，犹原共款，甚至认为即个家族的延续就是即个大囝。所以上帝也特别祝福伫即个大囝中间。对伫中东的民族来讲嘛共款，所以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，是安怎？上帝最后一招杀什么？杀埃及人的大囝，因为大囝代表了即个家族延续，代表即个家庭的即个真要紧的即个角色。对伫雅各来讲，伊要掠掉伫即个大囝的身份；对伫以色列来讲凊彩啦，有大囝有通安那。喙焦有通食红汤就好吼，对伫以色列来讲，伊无要紧。所以即摆演变到后来，当即个伊的老爸以撒年老的时，伊就决定决定甲即个要叫大囝来，伊要照着因的即个民族的即个习惯。老爸伫最后要有活命的时刻，爱将即个家庭的祝福。家庭的传承交代互啥物人？交代互大囝。所以就爱叫大囝来讲，来，老爸要为着你最后的祝福，要将即个对家族、上帝对家族来的即个福气，对即个来家族来的责任等等，要交代互你，我要替你换手祈祷。但是他都要讲，即个老爸即个以撒爱食野味，所以就甲伊的后生讲你去拍野味转来，煮一顿互我安尼，互我偏芳一下吼。
然后我要替你祈祷，要替你祝福。以扫听了真欢喜，就马上可能家私钱啊啥摕来就出去。但是咱知影拍啦，毋是安那，毋是讲你想要拍就安那，就拍会着。毋是1点钟、2点钟，可能出去半工，甚至1工，甚至2工才有法度拍啦转来。利用这段时间，这个老母甲伊个后生讲，较紧诶，去掠2只羊仔囝来。我太太了，照着恁老爸所爱食的口味啊呐，甲伊做。然后呐，迄个羊仔的毛皮甲你搭伫你的身躯顶，搭伫你的身躯顶。过来咧，摕恁兄哥的衫，有迄个古早无逐工洗衫，你知？迄衫可能1个月洗1摆尔，所以拢有迄个线摕恁兄哥的衫呐，抹伫你的身躯顶，然后呐，去甲你的老爸捧起你老爸食，讲老爸啊，我就是以扫，这个拍拉转来啊，这碗野味要互你食。声虽然较油较浅毋过圣经内底讲，这个是这个以撒的目睭啊，已经看袂清楚啊，年老看袂清楚啊。伊若一定会伸手摸你，毋过你的手啦，这个颔棍啦，对拢安那有搭什么？有搭这个羊仔的毛。老爸是摸着讲，对咧，因为安那，因为圣经内底嘛讲，这个以扫生出来时身躯红，搁安那做毛，安尼毛足多过来咧，一定会甲你骗看嘛。有啊，以扫这个以扫的味以扫的这个味，安尼伊就知影讲啊啦，这无毋对，这就是伊的大囝。老母甲这个囝一切设计拢真好势，了后就去照安尼行。这个以撒嘛呢，小可翻颠的款，可能小可老人痴呆症的款嘛分袂清楚，就偏起来味就对咧，摸起来嘛对咧，这个野味的口味嘛对咧，所以就安那食完以后就足欢喜，就甲伊祝福，祝福，将这个家族的祝福，将这一切对上帝来祝福，伊个家族的这个责任，拢安那拢交代互这个兄哥转来安那受气啊！我老爸啊，我的祝福安那会去互迄个小弟去，无你搁我祝福一届，照因的例祝福过，袂使重复。已经互大囝，无可能搁互第2囝；已经互第2囝，都无可能互大囝。以扫足无欢喜，毋过老爸要伫咧，所以伊嘛毋敢伤过超过。等待老爸一个无去了，我相信伫以扫内底有真大的这个毋甘愿、愤怒。老母嘛已经感受到，所以这个老母听囝甲伊的囝讲，较紧安那透明安那，包袱我款的安那，较紧走路，走去恁阿舅遐，走去阿舅遐咪以免你的兄哥若搭一工想袂通啊啦，就下手来害你。哎呀，这个阿哥包袱款的就走，无炸介侪物件，走较忝啊，暗时到啊，伫这个河的边迄个渡口的所在，就倒伫遐摕石头磕安尼伫遐困。伫这个困的时，伊望见仿佛看到啥，有一个天的腿，天使伫遐起起落落啊，起起落落。雅各醒起来时一惊一跳啊！因为咱知影，人对上帝人物，毋是一开始就足清楚，因为上帝看袂到，上帝启示人偌济，人的理解了偌济，对上帝了解嘛是安那，直慢慢愈来愈快，愈来愈清楚。对伫迄个时代人来讲，因知影有一位上帝，但这位上帝看袂到，无形无踪。这个上帝的启示人，总是伫因的了解内底，这个上帝是阮的上帝，是阮兜的上帝，是阮家族的上帝。所以住伫对，敢若住伫阮兜啦。伊伫遐咧保护、咧祝福阮的这个家族，所以上帝就住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区域啊，迄个区域内底。这个时阵伊走路已经走真远啊，走到伫这个渡口的所在，竟然互伊体会到上帝竟然嘛伫遮。这是头一个突破
对伫因过去的观念是认为上帝伫阮兜。我知影有一位上帝，伊嘛照顾阮，保护阮，祝福阮，毋过伊伫阮兜，伫阮家族，迄个生活迄个所在。但头一摆突破就是讲，伊讲一句：上帝伫遮，我竟然毋知。竟然上帝毋是干那伫阮兜，嘛伫即个渡口的所在，伫我走路已经走到伫旷野，上帝嘛伫遮。这是雅各甲上帝的啥？的一届真神圣的三度。除了伫厝呢，伊知影有上帝。这是第二届，伊真心家己亲身，以前有上帝听老爸、听阿公讲，听阿伯拉罕、听以撒讲，但是这个时阵，伊亲身经历到上帝伫遮。果然，伊到伫伊阿舅的厝、拉班的厝，伫遐替拉班来顾养。拉班有2个查某囝，一个圣经内底讲目睭吞啊看起来呢可能是安尼无介水无啥物活气，可能安尼是一个讲啦，真水一个真水安尼所以当然啦，即查甫人拢爱水查某囡仔所以介意即个拉结就介意就安那，即个伊的阿舅嘛知影，古早拢亲上加亲啦，即马袂使表妹袂使乱娶表妹即马是袂使娶，古早上好是娶表妹，嫁表哥，这是啥啦？亲上加亲啦。拉班嘛知影雅各介意拉结，所以就甲伊安那，甲伊调，讲会使啊，要娶阮查某囝会使，替我做7年的无钱工，替我顾养做工课做7年，我就甲查某囝啦嫁互你。哇，雅各足欢喜讲，看7日安那，亲像安那一工共款。因为为着要娶水某所以打拼做7年无算啥做7年到，即个阿舅用计无，可能毋知有甲灌落水无暗时甲伊同房的竟然啥？竟然毋是拉结竟然是伊的姐姐哎呀，青米已经煮出熟饭就无法度嘛做因某咧，毋过妹妹娶无着，毋甘愿。即个老板佫讲，无要紧，你佫做7年，即马就拉结，佫互你做某无要紧啦。毋过你佫我做7年，安尼是做几年？做14年。14年久伫迄个所在，各位，即个雅各一世人就想要立，要做大囝，要得到祝福，要娶水某。所以，甚至用欺骗、用无正当的手段来得到这伊所要得到利益，但是伊嘛安怎？伊竟然互伊上亲的阿舅嘛甲伊欺骗，安尼无代无志做14年久的工。那呢？照圣经讲，伊后来佫做6年，拢总做20年。伫迄个中间，伊的阿舅佫用假无甲伊骗，然后甲伊想要甲伊占伊的班级。雅各一届搁一届伫迄个所在，伊发现伊共欺骗，伊嘛互骗。伊要占人的班级，人嘛占伊的班级，伊想要掠，别人嘛咧掠。可是这是雅各的人生。雅各到这个坎站，当然上帝有缘甲伊同在。所以当伊有缘最后甲伊的阿舅讲，即马开始羊若饲出来，有即个条纹，有乌点，有啥物属我，若顺的属你。阿舅讲好啊，会使啊。然后交互一批拢顺的，拢白毛的，交互伊讲，你做你饲啊。咱知影。迄个拢白羊安那饲嘛拢白个，是毋是？对伫雅各来讲是足食亏啊，因为亚舅先甲遮花有花有草的羊拢已经摕走去啊。但是上帝互伊智慧，毋知我毋知影啥物原因，即个伊去做啥物款的树枝来泡水，互遮羊食，结果生出来拢有点有即个即个花草。
所以伫遐游玩得到真侪财产。但伊知影，伫即个所在，伊毋是永远会通徛起的位。甲即个用心机阿舅，伊占袂着便宜，所以就甲伊阿舅讲：我要转来阮兜啊，伊就离开。可伊无输讲遮个雅各的故事，可能咱已经拢听过啊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敢干那是雅各的人生？这敢毋是你的人生？安尼对细汉读册，就要拼看会通读第一名无？前3名嘛好，看会通领什么奖无？考试要考别人考南洋女中，南洋高中，无来考罗东高中，敢毋是？啊，不得不再去读这个学校，敢毋是？后来考大学，后来找工作，找好的头路。找到好的头路，就想要搁换考好的头路，敢毋是？请问伫咧中间，咱嘛用足侪方法，敢毋是？咱甚至伫讲不要输在起跑点，敢毋是？较好业，也是较有才调的父母，想办法去补习啊，想办法去学东学西啊，想办法去摕什么服务证明啊。我伫教会嘛，定有青年吼，牧师，你给我开一个服务证明，我说现在吼。申请入学吼，拢爱嘛，佮有服务证明嘛吼。啊，明明就无啥服务嘛，叫牧师甲开啊。你看咱的人生是毋是？伫每一个阶段嘛，安怎？用咱的想法，用咱的办法，有钱用钱来迄个有关系靠关系，咱的工作，咱的生活，充满着厉害人生。但是各样想为。上帝伫咱每一人的生命内底，敢真正互咱就是伫遐拼生死，变做讲我有气力，我赢过你，我抢赢你，互我的人生会通比你搁较好，比你较好业，比你过了较好，比你较悬的地位，甚至伫即个社会内底，踏伫别人的头壳顶爬倒去的，安那足多呢，用尽办法。想要高人一等，用尽办法要比别人较好，这是雅各啊，嘛是咱啊。上帝疼惜雅各，上帝予雅各的名叫做掠，但是上帝对伊的人生有无共款的解说，有无共款的旨意。所以当伊搁一届要倒转到伫伊的故乡。你也看伊足小心哦，伊带着伊的某囝，哇！这个时阵儿女成群啊吼，带2个某，啊2个某搁安那搁相拼，所以将2个查某囡仔嘛，互伊做某带4个某，实在是太厉害，生12个囡仔。但是安那，伊要倒转去的路站，伊想讲已经经过20年，兄哥毋知心内还咧怨恨伊无，毋知杀伊无。所以，就先做一个安全的即个措施。伊互啥？伊互伊较无爱的即个下某，啊，甲遮个囝行伫头前，然后呐，准备礼物，准备牛羊，拢伫头前行，头一堆。第2堆才互伊所爱的即个某拉结，甲伊的囡仔行伫第2堆，啊，甲炸礼物。伊家己咧，足简的哦。伊家己排第3队，意思讲，若伊的兄哥对头一队若开始攻击，伊就较紧啦，较紧选啦，吼，啊若因兄哥较干的吼，互头一队过吼，对第2队若安怎是嘛，还有机会啦，搁选哦。所以安排因这2队拢过好了，伊还无要过哦，先伫即边看，我讲啊毋知安全啊无安全吼，才决定要过去。伫即个暗暝，圣经内底讲小描写，咱甲小可想象讲，咱像咧做梦，还是讲看到异象共款，较毋是实际咱安尼看。伊安那，伊梦见有天使来，然后甲天使安怎相应、摔跤吼，圣经来讲摔跤相应，应甲天要光，拢无输无赢。天使也无较赢，伊也无较赢。天使讲天光啊吼，
我见不得人嘛，毋是啊，这天使吼，天光爱转去啊吼，转去交差讲，我要来走吼，讲袂使，你若无甲我呐，祝福我毋放伊煞。到即个时阵以后呐，要掠条条毋放伊煞。哎呀，天使无法度，就安那，就祝福伊。但是要走进前讲安那，甲伊骹腿讲伸一个骹腿吼，台语讲伸啦吼，啊国语讲甲伊摸一把，结果雅各就安那。做摆卡，请问雅各敢真正有赢？我定定讲笑，讲我生了悬，生了弱，自细汉幼稚园去坐火车，迄个车头人叫我补票。我是啦，讲阮爸讲幼稚园尔，讲不是，他超过这条线。有迄个火车站迄种一条线，讲超过这条线爱补票。阮爸拄仔计讲半点钟，车拢伫要走去啊。结果最后嘛是安那爱补票。我细汉的时，查甫囡仔嘛拢会甲人相拍，冤家人冤家相拍。啊，毋过吼10届9届拢输呢。你莫看我悬，阮兜什物拢有学，就是无学相拍，啊，无阮爸母啊毋捌教我相拍。啊，我搁反应较歹，所以吼，定定叫迄下当归吼，甲安尼刮一个，我就倒喺涂骹上，啪一就倒落去啊。毋过爬起来，慢慢的甲讲，今仔算你赢。什物叫今仔算你赢？就是讲我本来赢你啦，啊，毋过吼让你尔啦，吼，今仔算你赢呢吼。来，我读了这段圣经，我就想到我细汉的事。天使有可能赢，有可能会赢雅各无？一定的嘛，啊无伊安尼甲神一个尔就摆骹，但是天使用降落来用人的标准，伊无用伊的天使力，当然伊甲雅各无输无赢。但是伫迄个所在，也有缘上帝透过天使要互雅各知影，你的人生就是车车盘盘掠来掠去。但是今仔日算你赢，但是算你赢，你摆骹转去，互伊也就知影讲伊的有限性，也知影伊家己本身毋是真正会通赢，是甚物人互伊赢？是上帝互你赢。新约圣经内底讲，咱拢是有罪人得罪上帝，这罪恶的代价，本是安那应该死。但是上帝算咱安那罪义啦，毋是咱正经赢上帝啦，毋是咱正经赢，毋是雅各真正赢天使，是上帝算伊赢。互伊知影，你若拍拼认真，你有缘会通赢过，但是这个赢毋是照着你的意思赢。这个圣经内底讲啊，迄个吼小燕也是讲这个斗力吼。迄个华语圣经吼，咱咧新翻译是甲翻做讲拼输赢。原文的意思是讲，甲上帝计较。各位兄姊妹，对创造开始，上帝互人有自由的意志。自开始，上帝就互咱有聪明智慧，会通做足侪决定。所以咱毋免逐项代志拢去问上帝。上帝啊，我中昼食面好啊，食饭好，敢着问？毋免问。吼，我吼，这个吼是行倒边好，行这毋免问。但是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有侪遮重要的代志，毋是干那靠咱的聪明，咱靠较需要是啥物？甲上帝参详啦。啊，这个参详中间，所以上帝毋是互咱做机器人，讲上帝讲行倒边行正边，毋是上帝爱咱甲伊计较，意思讲甲伊讨论啦。咱毋是做一个机器人，讲上帝你讲东就东，西就西。上帝啊，安尼好无？上帝讲安尼无啦，我看安尼好无？伫咱的人生中间，虽然咱嘛想要了，但是当咱要了的时，咱也会记咧上帝伫咱的中间，咱甲上帝中间互相伫遐咧吵、咧计较的中间，来找到上帝所欢喜。上帝所爱咱行的路，这最要紧。
今仔是台南信人纪念主日，啥牧师跟咱分享这段圣经，因为我要用家己亲身的经历。我对妈妈的巴肚就是基督徒，所以信耶稣本来的代志，去教会嘛足自然的代志。甚至我有一个像迄自动控制吼，礼拜早起就安尼，就会行去教会啊，就会行去教会吼，拢毋免想，拢毋免思考今仔要创啥。有当时咱早起起来拢是讲今天要做什么，未来我都毋免想，起来就是自动就去教会。我印象足深，即摆发烧到39度，人安尼骗，嘛安那，迄阵就无啥物COVID即个疫情啊，无讲啥物一定要戴口罩嘛，无戴口罩就嘛安那嘛去礼拜。去礼拜我安尼讲吼，煞牧师讲你今仔来，我都毋知就来啊。好，但是所以我去读神学院，嘛有一点莫名其妙。我去读神学院有一点莫名其妙，我莫名其妙嘛毋对，因为我伫教会做热心，我教出去就带青年少年团去。阮的教会吼，因为有原住民，有外省，有台湾人，有外国宣教师，因为信仰伊边。所以，阮的礼拜讲台语一半人听无，讲华语一半人听无。所以，每一场礼拜就是爱讲华语，翻台语；讲台语就爱翻华语安尼。我对高中1年就做教会翻译，安有够，真够吼。我莫发我，我意思是讲，所以我去读神学院，那像安那理所安那，当然对无。大家去读神学院，去啊，我就去读神学院，所以我讲莫名其妙我就去读神学院啊。但是入去神学院了，我才开始亲像雅各伫迄个渡口，才家己去慢慢去面对上帝。但是我无爱，我家己感觉讲这条路，我的老爸做牧师，我的妈妈做牧师，我足无爱行这条路，所以我甲上帝计较。我嘛趁机会做兵的时，做兵吼，我毋头头毋讲，礼拜一定，我普通是礼拜一定去礼拜。做兵我掠到机会，大概若要轮班休困，我就甲我的同事讲，拜六礼拜互恁出去，我留守，安尼我就安那，我免做礼拜啊，我免做礼拜啊，是毋是？起码我透死人头一届免做礼拜，无我甲你讲39度我安那，发烧39度我嘛去礼拜。我透死人毋免去咧，头一届毋去咧。但是伫迄个无去礼拜中间，我心内足静者，我甲上帝咧相应。我甚至做兵做到一个坎站，我讲无我莫转去神学院读册。我无清楚到底我头前要行的路是啥物，无我莫转去，因为阮足侪学长嘛是做兵做了就安那，无转去神学院啊。因为阮迄时阵袂使换走吼，就是。读册读一半去做兵，做兵了再搁转来读册。有足侪学长就去做兵了，都无转来，安那，甚至走去做生意，走去上班去啊。我家己伫迄个出来挣钱，但是伫迄挣钱中间，我知影上帝互我看见我家己的路愈来愈清楚。上帝我知影我会通为你做更较侪工课。上帝互我的人生是一个无共款的。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节最后，天使问雅各讲：“你叫做什么名？”伊讲：“我叫做雅各。我的人生就是要掠，所以你袂使走，你要甲我祝福，我掠掉。”伊甲讲：“对今仔开始，你毋通称做雅各，你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要争取侪人，也争取这个啥，也争取一个这个侪人的祝福。”你要争取一个大的民族，要争取一个国家。上帝对咱的生命有一个更较大的计划，更较水的这个旨意。我的老爸，我阿公是医生，所以足爱我的老爸大囝会通做医生，所以该号一个名叫英世。可能咱即摆人拢较毋知影，老一辈知影吼。伫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，日本有一个足出名流行病的医生，叫做野口英世。所以我阿公就特别甲号名叫英世，希望有一天伊嘛甲野口英世共款做一个出名医生。我老爸嘛真正认真，考调台中一中，
嘛成绩嘛袂歹，所以就去考医学院，结果差一寡无调，所以就安那，就决心讲要去重考，但是无想到迄个时阵即个日本战败，台湾就即个个诚侪中华民国的迄落，学历无够，因为高等考差高中，所以伊就安那，就讲叫伊爱去补，要去考会使啦，爱去补高中2年的学历啦。要对，已经7楼8楼要对，就去淡水、淡江中学去补这2年。为着补这2年了，伊无去考神学，无去考医学院，伊去考神学院。后来做牧师，我阿公真失望，叫你做医生，你做牧师，趁也无钱，也无啥物吼。但是我家己悔过，感谢上帝，互我老爸找到伊人生更较重要的目标甲方向，真做一个牧师，超过做一个医生所会通做的工课。最后我要举一个例，就是去年咱拄啊庆祝马偕来台150周年。马偕来到台湾是罗汉脚，就是无单身汉，无娶某，无闲传道，拢无闲交女朋友，嘛无闲通娶某。所以学生看了真毋甘，就甲介绍一个查某囡仔，本来是做人的新妇去互退货，人不爱治吼，所以退转来甲阿嬷做伙住。看了真乖，真乖甲伊阿嬷阿太嫂拢在教会礼拜。所以学生就替伊做媒人讲，先生即个查某囡仔真好，阮拢看出好，是毋是来做你的看守？马偕也无反对，嘛无讲啥，讲好就结婚啊呢，遮简单的吼，就讲学生讲好，伊就讲好就结婚啊。毋捌字，名叫做长古早人查某囡仔足可怜，长酸蒙饲蒙腰吼。什么名奇怪名拢有啦吼，什么奇怪名拢有，叫做长但是马偕看到这个查某囡仔真乖巧，其实巧，但是名叫长真歹听。所以伊甲讲：你姓张，你叫长台语常常一个字有当遐2个音，聪明，伫迄个字典内底写嘛叫做长明。口音就无共所以你对今仔日开始叫做张长明，你无要叫做长你要叫做张长明，然后开始教伊罗马字，教伊圣经，教伊其他代志。这个长活比马偕较久，后来马偕设立头一间的副学，伫今仔日个淡江中学迄个这个幼稚园这边。副学头一名校长什么人你知无？张长明。若做校长，搁做老师。这个长的性命，毋是伊的名，毋是伊这个名，其实上帝早就命定聪明伫伊内底，但是无人发现。上帝互马偕看见这个囡仔，这个查某囡仔，迄个上帝互伊的聪明、长明。伊讲，你叫做张长明。雅各伫人的眼光来看，就是抓。但是上帝讲，是啦，你爱抓，但抓对，抓下伫我的心里，你要叫做以色列，你要成做一个民族，成做一个大的国家，成做你的子孙孙的祝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鼓励人读神学院，毋是因为读神学院了，通赚大钱做大事。嘛不一定是做牧师。我家己亲身伫神学院经历迄几年的即个学习的中间，我定心认捌上帝，上帝嘛，互我定心认捌我家己，定心认捌我家己。我的名叫英信，我才知影我的阿公号我的名时，伊讲你的名叫做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。上帝算我做义，毋是我牛，毋是我好，毋是我比大家较深切，是上帝已经早就爱我，诚做一个
会通为着伊做工，是因为神称做义，互伊来竞选，成做伊的工人。所以各位兄姊妹，可能无说要意思，毋是讲咱大家拢去读神学院，但是已经有真侪遮的青年子弟，已经伫神学院受造就。咱应该为着因来成做因的帮衬，成做因的祝福。互因伫读神学院的过程中间，会通真正得到上好的师资，得到上好的设备，得到上好的生活的环境。若无我想起来吼，我读神学院时，实在是住迄款破破烂烂的宿舍吼，然后食迄落简单的物件吼，实在是讲起来，咱或者是将来要服侍上帝人，有一个更较好的环境。我即摆学生拢定讲，好，阮功课压力足大，我讲恁都爱感觉幸福。即摆老师无博士拢袂使做老师啊。阮迄个时阵哦，阮的时代有迄个叫做5经博士，讲啥物叫5经？就是一个博士学位拢无，毋过教5科，新约教、旧约也教、伦理学也教，啥物基督教也教，5科，博士学位嘛无，就教5科。当然功课嘛较少啦，较轻松无毋对。即摆无博士所袂使教册，每一个老师拢是啦，拢是足优秀。但是，或者学生伫咧读册的过程中间，受到上好的装备、上好的帮衬，诚做以后诚做上帝所要动用的工人。咱教会才诚做因的后盾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人出人，有好的情呢，鼓励因到伫神学院去。互神学院会通继续不断来为着教会栽培拄好的人，也互教会会通久久长长会通为着主来宣扬福音啦。咱求主保守看顾咱，来引带咱头前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多谢主，你甲阮同在，你知影阮的需要，所以你将福音100几年前传到伫台湾即块土地。那经过100几年久，宣教师渐渐来替替，总是阮的责任愈来愈大。阮需要看见台湾这2000几百万人的性命，因要听到福音是阮的责任，所以阮需要更较侪教会，阮需要更较侪或者传教者，阮更较需要侪或者乡亲们伫阮的生活中为主做好的见证。所以就神学院的成立，栽培更较侪你所要动用的工人。但神学院要设立，需要侪人的关心，需要侪人的带导，需要侪人的支持。所以，互每一个教会拢有即款的责任，即款的感动，诚做神学院的后盾，诚做神学院的帮衬。有人出人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互神学院无欠缺，会通来栽培更较侪遮好的工人，投入伫福音的工场。愿上帝施恩赐福伫阮中间，保守引带阮，也特别互阮知，阮拢有命，毋是今仔日毋是要改命，是互阮定心入眼我家己，知影阮伫你面前会通为主你做心款，要紧好的工课。主多谢你，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名，阿免。这个是有台南神学院的这个简介的影片咱来小看一下大概几分钟，咱来看这个神学院的影片有大家平安，音乐是上帝非常奇妙甲美好的创造。感谢上帝，予我伫南城学习，我学到真好的教会音乐的专业，会当知影安怎甲音乐安排伫礼拜当中，予礼拜诚做芳芳的坐。毋望这个音乐礼拜会当诚做信徒诚实的敬拜，这个音乐礼拜诚做上帝的喜乐。伫台南神学院的学习，毋但互我的神学观更较开阔，伫学院中的生活，也感受到伫同学中间团结集体的温暖。
感谢多多为着阮大岛以及陪伴甲支持我来读新下医的朋友、亲人，有你的扶持甲关心，互我伫装备的过程中，通更较有快乐。感谢大家。大家平安，我是中明教会张家长老，我会来参加这个神学系的课程，是因为几年当前神学院和中部的教会有合办神学的课程，我家己也参与伫几年学期的学习，过程当中，互我对圣经信仰的内涵有更较深入的了解。欢迎大家和我做伙来参与这么样有意义的课程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永福教会园长老退任。这课程我已经参加有56年之久哈，但是在这过程的内底，我就反省到，我过去可能无讲介清楚介完整来了解咱的信仰。我参加这个课程了后，我发现我对信仰更较明白。更较清楚，我借这机会我来邀请嘛推荐大家一定爱来上这个课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明莹，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，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。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，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。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，谢谢你们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大家平安。伫台南新学院修装备第2年，无论是伫圣经研究、神学课程以及牧会实习，拢互我有得到足侪经验甲财力，以后会当真做牧会的帮站。伫2年的中间，也真做学生会同工，伫这个学生会内面举办大大小小活动，互咱全校的师生会当做伙团契。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对咱神奉献，感谢你为着神学教育的付出，会当互我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，拢有足好的情况。主内兄弟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会当借着这个所在，甲咱请安甲报告。感谢过去咱对台南新学院的关心、带导甲奉献。台南新学院伫这个所在成立已经超过150年，通讲是台湾第一个宣教的所在，所以互人比喻做宣教的胎盘。咱拢知伫现代社会混乱，人的心需要改变。新学院是一个培养人有使命、培养人改变生命，而且受造就了去传福音一个真好真主要所交代咱的责任的所在。现在台南新学院的硬体、软体拢已经有真大的改进，包括师资嘛拢有真侪真好的加入。欢迎大家来读台南新学院，嘛会当为着台南新学院继续关心、带导、甲奉献。多谢大家。爱命令人着给掠着花，喜爱人着彼此相惜。约翰福音15章16节。台南新学院，大家来到底。感谢王牧师，感谢台南新学院。这是咱用圣诗379首，愿我的脑处理，我主基督来回应上帝的话。因全首，请起立。
请大家继续徛着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现行投胎，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，但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现行，我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要来感恩奉献，请李恩新执事甲李恩清执事来书献。请起立。天阮阿爸爸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因为你的慈悲，会通互阮遮同齐来敬拜。嘛，感谢你今日早起通过王牧师的分享，互阮搁该知影，你互阮一个新的名，是叫做基督徒，基督的门徒。嘛，愿阮会当沿用即个名，互你来做欢喜。当阮献出你赏赐阮的淡薄来做教会圣爱的内容，求你感纳。阮的祈祷奉献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时咱做伙来读即礼拜的经句。今日经句是出自创世纪32章28节。咧主部第3页有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迄人讲，你无搁叫做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、甲人拼输赢，抗较赢。搁来读一解，请。迄人讲，你无搁要叫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人拼输赢，拢较赢。这时要来报告，请大家掀开周报。毋知影今日有新来的无？因为我遮无收到单，无阮来做伙看今日的报告事项。今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多谢王荣信牧师代表新学院来请安报告。俺做伙拍波啊，多谢。
啊，拄仔看到男神的影片内面有，因咧台中有一个宣教门徒班吼，啊，实际上教会嘛有一个是女子神学院吼，咧阮教会开一个班吼，每礼拜早起，礼拜三的早起吼，有4点钟2节课吼，啊，你有兴趣会当来做伙学习啦。你读一项嘛会使吼，是9点开始到12点啦，吼，啊欢迎大家各位来。虽然这学期已经开始啊，啊毋过因请迄个三星教会黄牧师甲黄显光牧师吼来讲吼，啊题目嘛足精彩吼，啊嘛欢迎大家为台湾神学院来祈祷奉献。啊，第2项吼是下晡吼。有一个不，第2项是今日即礼拜的拜5有小会，甲拜6后礼拜后吼有中集会啦，请中集准备心准时出席吼。啊，第3项是因为4月初9是国外节吼，所以奖学金委员会会颁发信定奖学金，啊，学资格请来申请吼，会当透过主任来申请，啊，大学生也会当透过学生小组吼，啊，国中甲高中会当透过迄个青少年团契吼，请大家准时甲需要的物件来交互办公室，吼啊，26会开迄个奖学金委员会来审定。第4项是迄个本会要因为潘家金干事要退休啦，啊是要请新的干事，啊因为阮已经有面试一届啊，啊毋过阮认为讲有搁较侪人会当来。试看卖吼啊，所以你有知影的，请你传达即个信息吼，互嘛为即项代志祈祷吼，求上帝，互教会一个学习干事吼。啊，具体的消息吼，头一项吼是今日下晡吼1点半到4点半吼，咧宜兰教会滚啊行过差不多1公里吼。有一个信徒的造就会啦，哈，你有兴趣啊？欢迎你哈，会当参加，因为今日的主讲是王荣昌牧师哈，荣信牧师的弟弟哈，啊，伊这个题目足趣味的哈，是当基督徒拄着民间信仰这个问题哈，大家拢会拄着啦，哈，因为这是一个。民间信仰足丰富的所在啦，啊，你咧传福音时一定会拄着这个问题，所以欢迎你会当去听，嘛会当问，吼，因为王牧师是足够讲的啦，吼，王超牧师是足够讲的吼，所以欢迎大家参与吼，啊，7号到4月29号吼是。圣经公会哈有一个特惠活动哈，第二请下一页哈，那个这个圣经的特惠的迄个活动哈，你有兴趣啊，嘛会当问牧师看卖哈，会当确熟也是买较好的圣经哈，因为伊有一寡特别的优惠啦，哈啊29哈，就是过一礼拜后壁迄个礼拜拜6吼，七星中会婚姻部吼咧济南教会吼办一个活动啦。伊讲50岁以下适婚男女哦，现基督徒吼，就是伊要做媒人啦，吼，因为足侪即马青年哦拢无结婚啦，吼啊，所以婚姻部想讲要办一个即个联谊活动哦，看会当找着好的。来促成好的基督徒会当做伙联谊啦，吼！啊，5月初6有一个
暑期甲主日学教材的研习会哈，这个请甲碧光长老来联络哈，会当来报名哈，会当甲琼娥校长来报名哈。6月哈有一个精兵协会的迄个特别的营会哈，这个当甲正宫长老来联合哈，你会当有机会去参加。精兵协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协会，因为今日无书无伫啊，所以无补充的报告哈。咱做伙来祈祷哈，来为大家祈祷大家周报内面有一个代祷函哈，请大家会当掀开代祷函哈，咱用代祷函来做伙做咱的公道的迄个哈。咱伫天庭的爸啊，阮伫天庭的爸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知影，今日牧师有讲，阮一生拢咧抓，因为我靠你，所以你有互阮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督徒。主啊，求你看顾阮，阮即时要为阮的国家来祈祷，求你。咧，即个岛屿掌管，互即个岛屿会当咧你的恩典的下面，继续往前行，互阮会当生活咧一个行公义、好人民的上帝刚行的国家内面。主，阮将即个摆在你面前，恳求你的看顾，你的引带。主啊，阮知影，阮误用你的恩赐，互即个地球产生气候的变迁，足侪所在有天灾，有地动。主啊，求你特别怜悯，因为乌俄战争，因为土耳其地动，因为足侪所在有水灾，受苦的百姓，求你的安慰。求你的扶持，互即个你赏赐阮的土地，会成做一个有你照顾的乐园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主啊，阮也感谢你，互阮一间教会会当咧遮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主啊，教会有一个事工，求你看顾。尤其即站开始准备国外一个行程，阁准备所教的事工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所有参与咧事工服侍的当中，有对你来的智慧，对你来的勇气，会当明白你的旨意，行你的路，互所有的事工拢得到你的恩典的照顾，嘛会当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也感谢你，互阮有心来有一个意向，讲70周年，想要献堂。主啊，即礼拜阮也开建堂的委员会，正式开始启动所有的建堂的工作。主啊，阮将这个事工摆在你面前，阮有侪困难，阮知影。毋过你有讲，紧是你的，阮也是你的，所以阮无惊。阮要明白你的旨意，将这间教会诚侪咧这个社区未来几啊十年一个好的敬拜你、亲近你的所在，也会当借着这个教会来互更较侪人认捌你，传播你的福音，享受你互阮的平安甲喜乐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主，阮也有虽然有侪兄弟生活顶悬有困难，身躯有病痛，主，阮知影你照顾阮，恳求你，你的神
会当伫阮的心中，互阮有耐心来听候你的恩典，也恳求你的看顾，恳求你的医治，互每一个受苦的兄弟姊妹，甲伊的做伴的家人，会当因为你的恩典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。主啊，阮将阮所有教会的会友，拢摆在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看顾，你的引带，嘛看顾过来一礼拜的生活。阮安尼祈祷、恳求、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要用信息391首《俄罗天顶主宰》来上扬，上扬了，请欧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当恁通平安倒转去，因为上帝疼惜你，伊赦免你的罪，放下你的重担，伊要医治你，要赏赐你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要上帝疼痛，圣神印刷保守，夫妻帮赞，赏赐平安伫恁中间，对担到伫永远无煞。